Hello， 大家好，我係 Louis， 歡迎大家翻到嚟不曾遠去的硝煙嘅頻道。今日咧，我哋要嚟傾一個都幾 hardcore 嘅話題，嗰個就係伊朗到底會唔會用核彈嚟去打以色列？咁咧，伊朗最近就警告啦，會有一個所謂令到全世界人民都會記住幾個世紀嘅一個大事，咁就係會喺今日嘅夜晚發生。咁聽落嚟咧，就好似成個係講緊世界末日嘅劇本。咁但係咧，成個真相咧，好可能就係喺一個你人才意諗唔到嘅地方。冇錯，嗰個就係股市。你可能講，喂 Louis， 你講笑咩？戰爭同股市有咩關係啊？咁坦白講咧，我覺得呢個關係就好大啦。因為坦白講，成個股市同戰爭嘅關係，可以講係比起任何嘅情報都更加重要啊。咁大家都可能聽過個傳說啦，就係話五角大樓咧，係咪每一次都要出大事咧？就係睇下附近有啲披薩鋪嘅外賣訂單就知啦。咁就係所謂嘅 Pentagon Pizza Index。咁如果嗰度嘅訂單係突然增加嘅話咧，咁就説明咗喺五角大樓裏邊嘅人咧，就喺度加班做緊嘢，策劃一次改變世界行動。咁呢啲咧就係一個所謂開源情報或者叫 OSINT 嘅一個魅力。咁咧就係喺公開嘅蛛絲馬跡裏邊啦，去拼湊出一啲好驚人嘅真相。咁而喺所有嘅 indicator 裏邊咧，最誠實、最唔會講大話嘅就係錢嘅流向。冇錯，你可以係五毛小粉紅，或者你覺得單純唔相信以色列嘅政府説法，都可以唔相信摩薩德情報機關嘅神話，甚至唔相信美國嘅情報。咁但係咧，你都需要去相信一件事，嗰個就係資本家嘅錢會去邊度走，嗰啲先係最真實嘅流向。咁咧呢度就要講一個傳奇嘅投資人 Barton Dix。佢喺臨終之前寫咗一本書，叫做《Wealth, War and Wisdom》，財富、戰爭同埋智慧。呢一本書嘅核心觀點咧就好震撼。咁咧喺二戰期間啦，所有嘅戰報咧或者戰線嘅情報都可以係假嘅，甚至前線有啲咩推進啊，全部都可以係煙幕彈。但係有一樣嘢咧係絕對唔會呃你嘅，嗰個就係股市。書裏邊咧有個好驚人嘅發現。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正式參戰。咁按道理咧，就應該大家都同仇敵愾，大家都應該好憤怒，應該係對美國股市有信心，即刻入市，即刻幫美國。但係美國嘅股市咧就應聲大跌。點解啊？係因為市場覺得前途未卜，大家心裏邊都冇個底啊。咁股市嘅嘢永遠都係講信任㗎啦。轉折點咧係邊度咧？就係1942年5月嘅珊瑚島海戰，咁咧係人類史上第一次嘅航母決戰。雖然喺戰術上美軍嘅損失係更加大，但係戰略上就阻止咗敵軍。Barton Dix 咧就發現咗一個好驚人嘅真相，嗰個就係早喺成個捷報傳翻去美國之前，股市已經聞到有一個一絲嘅轉機，即刻開始止跌反升，跟住就係真正嘅大爆發。1942年6月嘅中途島海戰，美軍以少勝多，徹底扭轉咗成個太平洋戰爭嘅戰局。由嗰陣時開始 S&P 500嘅指數就好似開咗外掛咁樣一路飆升，可以講成個股市係提前開香檳啊，直接慶祝美國嘅勝利。同樣嘅劇本咧喺納粹德國亦都上演。戰爭初期，德國破如勢足，德國嘅股市咧可以係咁升，板咁升添啊！但係轉捩點咧就係1943年嘅史達林格勒戰役，德國嘅精鋭第六軍團全軍覆沒。消息傳翻去柏林之後，股市應聲下跌。最後納粹政府咧就索性下令無限期休市，禁止所有嘅交易。咁歷史嘅鏡咧照翻入去今日，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嘅啟示。咁等我哋去諗翻中東啦，伊朗咧就聲稱佢哋咧喐唔喐就話要抹平以色列，核訛詐嘅言論更加係滿地飛。咁但係如果呢啲嘅威脅係真實嘅話，或者如果戰爭係一觸即發，成個大戰係無可避免，甚至伊朗要同以色列。咁等我哋睇下啲最直接嘅指標啦。喺美國上市嘅以色列 ETF 指數叫做 iShare MSCI Israel ETF。咁呢個成個 ETF 咧就係將以色列股市嘅情況反映喺呢一個指數裏邊。咁按道理啦，如果核戰嘅陰雲密佈，呢個指數應該係跳水式暴跌，大家都想離開以色列市場，
投資人係應該會不計成本咁逃離。但係神奇嘅事發生啦，喺伊朗發動咗無人機同導彈襲擊之後，呢個 ETF 指數雖然短期下跌，但係反而越走越強喎。其實錢已經俾咗答案。你諗下，華爾街嗰啲聰明人管住幾十億美元嘅嗰啲基金經理，係用咗真金白銀咁去投票嘅。咁呢個背後嘅邏輯係乜嘢呢？好簡單，嗰個就係真正嘅戰爭發動之前，係一定會有知情者提前報告，將資金撤離出風險區。喺呢一種規模嘅資金流動，喺現代嘅金融市場上係唔可能完全隱藏嘅。如果連最敏感嘅資本都紋風不動，甚至反向操作，咁就說明咗嗰啲所謂嘅核彈危機更加係一場精心設計嘅一個政治 show。好啦，咁問題就嚟啦。如果動用核武係一場豪賭嘅話，伊朗嘅底牌又到底係乜嘢呢？佢哋口中嘅驚喜到底係乜嘢呢？係咪佢哋最高領袖就快要同以色列總理一齊結婚，或者兩個人一齊決定入海牙法庭自己去進行審判呢？咁我諗都唔係，佢哋口中嘅驚喜好可能唔係核彈，而係先進嘅導彈系統。咁咧，而家伊朗咧其實都有唔少嘅選擇可以用嘅。譬如講其中一種最秘密嘅武器，佢哋而家都好可能會出動嘅咧，就係法塔赫1高超音速導彈。咁呢一樣嘢咧有幾快幾犀利咧？咁咧根據伊朗佢哋最高嘅時速咧就大概18000公里，馬赫數大概係15左右。咁呢一款嘅導彈咧唔單止係快，佢哋宣稱仲識得射彈，彈道咧係所謂嘅高超音速嘅滑翔載具。你可以想像下一粒時速1萬幾公里嘅導彈，一邊識飛一邊跳舞。咁你諗下呢樣嘢，防空導彈點攔截呢？呢樣嘢武器嘅設計目標咧，其實都好明確嘅，就係硬闖以色列嘅戰式防空系統，同埋美國嘅愛國者系列導彈系統。咁第二個可能性咧，就可能係一種快過法塔赫導彈嘅新型嘅彈道導彈。咁佢哋係可能未公開嘅，或者係一種追求極致速度，比起法塔赫1更加快，例如話法塔赫2呢一種嘅導彈。咁當然啦，呢啲嘅情報我哋都未知道嘅。咁伊朗方面咧，其實都已經宣稱過，就係佢成功咁樣利用過佢哋嘅導彈打擊以色列。咁都有人可能會問啦，有冇可能嗰個其實係裝彈，即係所謂嘅低當能嘅戰術核武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就係極低嘅。首先第一樣嘢啦，就係技術上咧，佢哋有濃縮鈾係唔代表係有核彈嘅。就好似你有麵粉啦，咁就唔等於有蛋糕。由原料到武器化、組裝、測試、部署，最快其實都要1頭幾個月，甚至係1年2年。最重要咧，呢個係一個喺政治上嘅事實。你諗下，如果伊朗真係撳咗核彈掣，咁佢面臨嘅將會係美國同以色列嘅無情報復，以及全球嘅經濟制裁，甚至係美軍親自下場。對於伊朗嘅神權政權嚟講，呢一個唔係冒險，而係直接送頭 game over。咁所以伊朗好可能所謂嘅驚喜咧，就係主打佢哋嘅高超音速導彈，話唔定佢哋能夠打爆到以色列嘅核武庫呢。咁所以咧，無論如何都好啦，我哋都唔講一啲好少機率嘅可能性。伊朗核訛詐嘅成分遠遠大過實戰嘅可能性，因為佢哋無論喺技術風險或者國際現實上，都唔支持伊朗嘅神權政權喺此時此刻公開咁越過一條界線。咁所以咧，下次如果大家睇到一啲好震驚嘅戰爭新聞，先唔好急住好恐慌，先去睇下錢嘅流動。我諗嗰度係比起任何嘅情報機構或者連登 post 都有住更加真實嘅答案。雖然有一個問題就係我似乎喺主流嘅媒體裏面揾唔到相關嘅報導，而係得一啲英文小報有報導。不過無論如何都好，咁我哋都嚟分析一下啦。我哋不嬲都係做維穩，唔係做新聞㗎啦。咁到最後啦，就係到底伊朗呢個宣稱係佢哋高層嘅虛張聲勢，定係市場嘅集體判斷誤判？咁我諗呢個問題就俾大家去諗啦。咁至於我哋之前講到 Barton Biggs 嘅嗰本書《Wealth, War and Wisdom》，我哋喺下期嘅節目裏邊再揭曉，再慢慢同大家分析啦。咁到最後啦，我都希望大家喺下面嘅留言同埋撳我哋嘅 subscribe 掣，你嘅支持可以令到我哋走得更加遠。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你哋嘅睇法。
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咁咧到最後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我哋頻道啦。咁就如果係行有餘力、有資金嘅朋友，都希望你哋可以 PayPal 或者係 PayMe 咁樣去過數去支持我哋啦。咁少少嘅心意無妨嘅。咁未必有咁多財力嘅都可以去訂閱我哋或者分享俾其他群組位朋友啦。咁然後到最後咧，我哋都要去感謝所有一直以嚟課金支持我哋嘅朋友仔啦。咁你哋嘅支持係我哋創作嘅動力啦。咁我哋希望亦都有多啲原創嘅內容可以回饋到俾所有粉絲。多謝晒你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